用了机器狗，我们及时把那个杨梅的蔬果树下的蜡狗啊、刺果啊运出去，那里面果园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就不会招虫子了，那更健康。以前我们采杨梅，大半的时间都浪费在运输上，那个杨梅一趟趟，我们一天要运20-30趟。实际上有了机器狗，我们摘瓜摘杨梅，其他的事就交给他了。机器狗挺好的，能帮我运杨梅，我省了好几个工人了。仙居杨梅在全国很有名气的，欢迎大家都来仙居品尝杨梅。